各位投資者，緊急新聞：亞馬遜 AWS 大面積故障，震驚全球。呢次事件唔止影響到無數企業，更敲響咗我哋對 AI 未來過度依賴雲服務嘅警鐘。專家都擔心，一旦 AI 代理運作受阻，後果不堪設想。作為雲市場龍頭，亞馬遜嘅投資機遇同風險究竟喺邊？今日我哋就嚟深入分析呢次事件對亞馬遜股價有咩預示。儘管有雲服務中斷嘅新聞，亞馬遜嘅股價表現卻展示出獨特嘅信號。佢嘅 RSI 指數高達67.04，顯示股價正處於強勢，但同時 MACD 指標亦發出咗積極嘅買入信號。呢種矛盾到底預示緊咩？從基本面睇，亞馬遜展現出強大嘅增長潛力。佢嘅營收增長率達到13分，盈利增長率更係驚人嘅36分，加上市銷率只有3.78，遠低於行業平均，顯示佢依然係一個吸引嘅增長型投資。將亞馬遜與市場表現對比，你會發現佢嘅實際年化回報率高達32分，略高於市場預期嘅31分。喺過去30到90日，佢嘅表現都同市場同行業表現持平甚至更好，證明佢嘅韌性同增長潛力。公司財務方面，亞馬遜嘅盈利能力令人印象深刻。佢嘅 EBITDA 同淨利潤增長率分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